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书。今天是2025年10月31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地方政府的专项债。昨天大象新闻的一篇报道在网上热传，引起网友热议。我看各大媒体都在转载这个大象新闻，很厉害。是什么报道呢？他说的是投3.7亿，经营仅5年，甘肃岷县一供热民企遭住建局强行接管。近日，甘肃岷县宏源清洁热力有限公司，简称宏源公司董事长张勇向大象新闻求助，说他通过政府招商引资途径前往甘肃进行投资，并与岷县政府签订了30年供热项目特许经营协议。此后，企业陆续投入3.7亿元，保障了岷县城区集中供热的需求。然而，经营5年时间，宏源公司便被政府主管部门以一纸文件强行接管。那这个大象新闻记者就前往采访过程中，这个大象新闻记者居然发现远在山东的博兴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就是民营的供热企业被政府强行接管，理由是五花八门。无独有偶，在山东博兴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，套路如出一辙。投资4亿、运营15年的民营供热企业，曾因安全供热获得博兴县住建局发文表彰，被接管前却又被指责常年供热不达标。咱们看看这个大象新闻的报道，大家看视频。我们是2010年透过博兴县政府招商引资来，到博兴后累计投资了4个亿。我们总投资是3.75亿，政府找我要发债，那就动用强硬的手段，就把我这个企业给抢了。反正100多人，我也不知道是哪些部门的有的是挂着这个工作牌，有的是闲散人员，就100多人。就还开着这个120这个救护车还有警车，还有这个政府的这个公务车，去了100多人，把我的员工大门强行的推开，这个把我的员工强行的就把我们赶出了我们的厂。他们趁着我们公司放假的时候，给我们热力站强行贴封条。当时热力站只有我们工人在。刚开始我们工人阻止了，但是有公安特警、住建局的人都在旁边给他们站台，我们工人就害怕了，也就不敢阻止了。什么说由于我失诉太多，什么负债太高，投诉老百姓这个投诉太多，就有这3个理由。住建局给我们通知，是以我们供热不达标和面对热源变化消极应对。我们公司亏损呢，是主要就是说，有一部分当地的这个有一种习惯，就是先用热后交暖气费。我们总共有3万多用户，其中每年都有1万多户的这个欠费收不上来。这1万多户里面呢，将近有1000多户，这个是人情关系的一些领导的，然后就是给我们这个董事长打招呼，然后给我们总经理打招呼，然后就告诉我这些都是领导，就是不能收暖气费，要给个人情。2024年以前，服务满意率、供热达标率远远高于国家对同行业考核要求，尤其是在2023年，2家公司还受到住建局的发文表彰。自从拒绝了县政府提出收购要求后，政府的评价急转直下，由连年的好评变成了常年供热不达标，被居民投诉。国家有一个叫供热专项债，是由国务院、国家发改委这个下发的文件。我们呢是属于民营企业，可能承载不了，所以说我们建设只能拿自己的钱来借鉴。但是呢，城投公司可以。我们当时的局长找我说，能否给出一个这个证明，
这个是说我们马上要成立这个联合公司，就是跟城投公司要联合起来做。因为当时发债的时候，我有2个要求：一，我们不承担任何的这个债务；二，如果让我们承担的话，你把这个钱要拨到我的账上来，由我来建。就从这个时候，他们发债一下来以后，态度就变了。这个吃相太难看了。住建局先给我们说，让我们帮忙贷款融资，我们哪敢贷啊？公司背不了这么些债务。最后又说入股，我们公司是20多年的供热企业，各方面都已经稳定成熟，不需要入。直到2023年5月10日。博济县住建局局长刘学刚到我们公司口头传达了政府欲收购公司，以便取得供热资产和业务用于发债融资一事，我们就不同意，成了现在这样。是一个律师事务所发了一个通知，取消我的特许经营权。博济县住建局发文，由恒通热力接管我们2家热力公司。博济县恒通热力有限公司是一个刚刚注册的无人小企业，是政府名下的公司，他们与我们公司是平等的市场主体，彼此无经济业务来往。这个11放假期间呢，锦秋派出所呢还把我们那个办公室主任、财务传唤过去，5、6小时才放出来。我还自己本人到了这个甘肃省省政府的这个信访大厅，我都去过，但是都不了了之。回复就是以把什么这个信访件转到这个当地政府去了，当地信访部门去了。后来我查这个轨迹啊，就是我们信访件呢是到了丁西市信访局，丁西市信访局又到了这个岷县信访局，岷县信访局又把它转到岷县住建局去了。你想出这个私信的，就是抢我的这个主管单位就是岷县住建局，他会去处理这问题吗？自己处理自己啊。我们是属于老百姓啊。胳膊永远拧不过大腿。看到这个大象新闻的报道以后，我想起来前一阵子贵州茅台镇是怀仁县什么一个污水处理厂，也是从重庆招商过去的一个民营企业，后来也是以种种原因把人家这个污水处理厂给没收了还是关闭了。还有一个是哪儿的，不是云南还是福建一个地方的殡仪馆火葬场，也是从福建什么地方招商引资过来一个民营企业，结果投了大量的资金之后，让人家开不了张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这些你看上去好像是招商引资中遇见的问题，或者出现的问题，或者你说这个是国进民退，是国企或者地方政府觉得你这个企业赚钱，把这企业给吞了。表面上看是这么个事情，实际上不是。我把大象新闻的这个报道仔细看了一遍，实际上大象新闻它这个报道只指的是地方债的乱象。大象新闻的报道，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各个地方政府现在地方债的一个乱象。它这个报道里就提到了叫供热专项债。什么叫供热专项债？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为推进供热基础设施建设而发行的专项债券，主要用于供热管网建设、热源改造等民生项目。而且根据最新的规定，供热项目专项债资金可以用作项目资本金，比例上限提高到 30%。 这个事情是怎么来的？实际上是2024年12月，国务院明确将供热项目，因为这涉及到民生，冬天要供暖，这个供热项目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，把专项债扩大，就是你跟供热相关的工程或者投入可以去申请专项债。这本来是个好事。这个供热专项债它一般的是发行是要15%，而且这个利息非常低。发债嘛，无论是这个甘肃岷县还是山东博兴，实际上都是跟这个供热专项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那有人就说了，那你这专项债那跟没收人家民企有什么必然联系吗？这个就是发行这个专项债里面的猫腻。所以实际上这个大象新闻胆儿不小，他通过报道这2件事，他把这2件事一起报道，
实际上是揭示一个现象：地方债在发行、管理、申报等等这中间的一些违规现象。这个就和我们以前说的一样，这个地方债是越画越多。为什么会越画越多？你上面只要开个口子，虽然你的初衷是好的，是解决民生问题，你比如说有的落后地区，它的供热质量达不到，供热效率就是不好，这个常年供热温度不达标等等，那老百姓不就受苦吗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。那现在国家给你允许你发债，给你额度，你发了债之后，你把你的锅炉改造一下，把你的管网再升级一下，那供热温度就达到了，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就好了。但实际上是这样吗？供热好的，那就是一地鸡毛。我简单的看了一下这个新闻，都是这些地方政府当初没钱，但是供热要解决，以前没有供热专项债这一说，也就是国家在这一块没有什么特殊政策，那地方政府怎么办？他要解决供热问题，所以他就招商引资，政府不掏钱，我只给你这特许经营权，我给你30年的经营权，你自己在这建设，建设完之后你收30年的钱，很多民营企业愿意，他一算赚钱，我先贷款建设，我去借钱，我自己带资金来，我把这个管网，我把这个锅炉热源我给它做好，你得保证我30年经营，你别来我前面建好了，你后面把我关门或者怎么样不让我经营，那钱不打了水漂吗？所以我们要签个30年的特许经营权，这个本来是个常规操作，而且以前是大力提倡的，就政府你没钱，你可以吸引民营资本来参与。咱们供暖一般的30块钱1平米，便宜的地方有20的，跟着各个地方不同，大概就这么一个范围，就1平米一个供暖季30块钱或者20块钱，那人家就会去测算，我这个供热企业啊建好之后，我能给多少平米供热，供热面积能达到多少。我举例子，一般的是一户按100平米算，它供热如果是1万户，就是100万平米，1平米20，那就是一个供暖季，它就收入2000万，那就这么简单。它成本是多少？它就烧锅炉的钱、利息、工资，再还贷款的那些本金。你像博兴，你像这个闽县，我估计它供暖也就1-2万户的现成本，这个账是能算得过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民营企业干这个事是有利可图。但是因为供热企业它成本跟煤有关系，它一般都是烧煤，如果煤的每吨价格涨了，那它供热它的利润就降了，因为它像这个用户这边它是不能涨价的。北方的网友应该都知道，你每年供暖季交的钱是固定的，它不可能因为今年煤价涨了，供暖我就得加钱。有的时候地方政府为了这个体现出对老百姓的关怀，供暖季一般的是11月15号到3月15号，一般的有的那东北有的地方特殊的供暖4个月、6个月的，普通的供暖就是3个月、4个月，11月15号到3月15号。有的时候冷空气来得早，有的地方政府要求11月1号就提前供暖，那你相当于你要多烧了15天的锅炉，成本又上去了。有的时候寒潮啊走得晚，3月15号还很冷，那有的时候地方政府要求你必须要烧到4月1号，那你又相当于后面又延长了半个月，那你这1个月成本增加不少，这个供暖企业它的利润就要摊薄。本来今年能赚钱，这么一延长之后，恐怕今年就不赚钱。本来今年能赚钱，但是煤价涨了，恐怕它也不赚钱。所以这个就是供热企业面临的问题。那刚开始地方政府没钱，他招商引资让民营企业来干，政府是本着不花钱，这个没毛病，这招商引资。但是为什么现在出现要没收这些民营供热企业呢？就是这个专项债。你想地方政府一看上面有政策，能申请这个专项债，所以他马上就，因为有钱不花白不花呀。我这钱一借就是15年，完了之后你想想，我借了钱我就可以开工干活，县城婆罗门怎么来的？不就这么来的吗？上面已经开了口子，说你可以借钱去干供热企业、供热项目。你说哪个地方政府他会放过这个机会？已经有供热项目的、供热企业的，就是这个地方政府他自己国有的供热热力公司，那他要申请专项债去改造，技改，我要1个亿，我要锅炉给他翻新一下，功率给他加大一下，这不就是唐僧肉吗？我通过这个申请1个亿的专项债来，这大家一起花呀，这不就一下就盘活了吗？大家都有钱了吗？婆罗门就这么来的。你说哪个地方政府会放过这个机会？好，没有供热企业的，就这个地方政府啊没有，它是民营的，政府没有供热企业的，那好了，我就申请钱来建。刚才说了，为什么要申请钱来建？人家说了，你这不有民营企业了吗？已经在供热挺好的，为啥还要申请钱来建？或者要不你就申请钱来给民营企业，让他改造，对吧？把他的这个弄得更好一点。但这里面就涉及到问题了，民营企业有的人不愿意，
所以地方政府就想，要么我入股，我申请专项债，我投给你，我要你的50%股份或者60%股份。但是这个就涉及到民营企业他愿意不愿意了，人家不愿意。那地方政府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他不能放弃啊。那儿有你只要把这材料捋一捋报上去，你就有2个亿，你可以随便花。你说地方政府能放过这机会吗？所以他就自己干。所以你看，大县新闻采访的这个岷县，好像先是住建局先申请，来个1个多亿，住建局下面搞一个供暖企业建锅炉，这一有工程，大家都高兴啊。一看这个还有额度，因为各个地方政府，它就债务规模啊、债务上限，它是有监控的，你不能超。它的总的额度没超，完了之后，它在供热专项债这儿，它还可以想办法再多要一点。好，那县里的城投公司啊，再去要一笔发债，发2个亿，再搞个热力公司，你看又有2个亿的工程，大家可以玩谈生肉。那现在为什么要把民营企业给没收了？那肯定是审计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根本就没有到还债的时候，因为他这个债一般都是15年，2024年发的，2023年发的，那现在还只是顶多付利息。这个专项债一般的是半年付一次利息，而且它的利息很低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急急慌慌的，你看，同时都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把民营企业给没收。理由是什么？实际上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因为恐怕到了审计的时候了，你专项债已经花掉了，你说技改也改完了，企业也已经建好了，人家上面就要来审计，他就会马脚。都是什么马脚？你这个地方已经有民营企业了，而且有30年的特殊经营，你怎么还盖这个供暖企业？那不是重复建设吗？也就是说，你要搞这个供暖企业的必要性在哪里？你当初报告可不是这么打的，说你这儿老百姓冬天挨冻，急需要建设一个供暖企业，结果不是这样的。你看我跑到那个叫什么审计部门，到宏源公司一走访，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那这些人不都要担责任了吗？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我把你这个企业给没收了，把你赶走，把这个他下面他本来城投公司一家供热企业，住建局一家供热企业，我把这3个企业一整合，是不是就很多事情就被掩盖掉了？很有可能那2家国有的供热企业一直在亏损，根本就不赚钱。你想想，亏损很正常吧？这民营企业恐怕是盈利的，或者是不盈利，他把合到一起，让你们分不清楚，整合成一个热力集团，没毛病。所以说这些地方政府啊，他就是利用上面的政策，你上面只要给个口子，什么这个专项债那个专项债，他马上就得花，1分钱都不会剩，因为他只有花这个专项债，他才能赚钱的，上上下下才能吃饱喝足，才能供这个婆罗门开销。至于这个钱花完之后，你后面要审计，他就要应对。那应对的时候，就把这些民营企业给你没收了，整合。人家倒说的也有道理，先礼后兵，人家先跟你谈，你这个企业给我1半行不行？你给我1半，变成叫混改，国有和民营企业一起，就像那个娃哈哈一样，完了你来经营，我给你上面去要这个专项债。那人家民营企业也不傻，专项债你要来了之后，那你把钱打到我账户上呢，这是我借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地方政府能那么好吗？我替你要钱，地方政府肯定把这专项债要来之后给大家发工资啊，给发奖金啊。那人家民营企业他就不干了，凭什么拿我的这个名义去申请专项债？申请来了又不给我，那债是我背着，那申请是我去申请，那盖的公章是民营企业公章啊，完了之后我的股份还得给你，那肯定不干了。你看说白了就是上面有那么一大块肉在那儿，你有机会去咬一口，那地方政府得想方设法去咬一口，咬来再说。实际上他这个大县新闻揭示的就是地方债乱象，这个就形成了 GDP， 让你地方政府去借债，借完债之后你投入下去， GDP 就增长了多少？这不是后面买单叫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什么手段都上。所以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说了，专项债这个地方债啊，咱们去年不是化债吗？那地方债一定是越化越多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单家做主，是你自己家的事情，那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个热力公司了，你怎么可能还去借钱去再建2个热力公司呢？你这是脑子有病吗？这不是重复建设吗？你干这不是浪费吗？人家不管，不建设我哪来钱呢？我怎么分钱？是不是这个逻辑啊？所以你就发现了这个地方债为什么控制不住啊？那你一个小县城就有3家热力公司，那是不是要内卷？也就是产能是不是过剩？3家就互相抢客户，对不对？叫内卷，谁也过不好。这就是为什么新能源汽车各个行业都内卷的原因。为什么内卷？重复建设。为什么要重复建设？因为只有通过重复建设，婆罗门才能分到钱。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，大家要总结，为什么是热力企业、环保企业、殡仪馆更容易被这个政府盯上？这些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点，现金流稳定。赚不赚钱不说，就它是盈利不盈利不要紧，但是它现金流稳定，
就像自来水公司，就像电力部门，这个供热企业啊，它现金流稳定的，就像物业一样，它每年它就是为你那么多住户，你就得交这么多物业费，每年都收。这个供暖企业一样，它每年都收这么多供暖费。他说那固定的这就一笔固定的收入，这就是现金流很稳定。现金流稳定是融资的一个主要条件。这个银行或者是发债的机构是最喜欢你现金流稳定的，你有稳定的现金流，你就有稳定的这种还债能力。所以说你看发债第一个要求就是你的现金流稳定不稳定。如果你是个新的企业，那你这企业建完之后，你每年能赚多少钱，那就是多少营收，这个营收是不是固定的，忽高忽低呢，还是说稳定？你看看供热企业、自来水公司、电力部门、殡仪馆、环保企业、污水处理厂，那都是稳定的。所以这个金融机构是最喜欢这样的企业。那好了，你地方政府想借钱，你地方政府借钱，你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有没有稳定的现金流。那地方政府很多城投公司啊，是它的壳，拿这个去借钱借不了，金融机构不敢借。或者发债也是的，发债如果你有现金流稳定的，那你发债你的评级啊就高，你的偿还能力强，你评级高，完了之后你发债的利息还低，认购的就非常踊跃。如果你这现金流不稳定，你这个相当于你这债务评级不高，完了这个你这有可能暴雷的，到时候没钱还，所以人家要敢给你发债，你这个利息还非常高，完了这个还不一定发得掉。所以地方政府融资啊，他不管以什么名义融资啊，比如说他以民生项目融资，那你得后面包装一个现金流稳定的企业，或者你找一个企业给你背书。所以这些热力公司啊，这些环保企业，这些它就变成地方政府这个叫信誉背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。所以地方政府就要求你这民营企业，你配合我，我去借钱，你在后面给我盖章背书。那地方那个民营企业肯定不愿意啊，你是拿我的名义去借钱，完了钱也不给我花，我担保对不对？我背书的，到时候你政府还不了，我来还。你说哪个民营企业干呢？你不干对吧？那我就把你企业没收。你要干那就行，你配合我那行，那咱们接着合作。你要不配合，当初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时候，他自己不愿意掏钱建这个热力公司，他招商引资招民企进来，他没想到这个热力公司啊是个非常好的融资的一个增信措施。这玩意儿跟房地产不一样，大家记住了，房企去贷款，银行就发愁什么？愁你这房子卖不掉怎么办？卖不掉你拿什么钱还我？哎，热力公司不用担心，热力公司是至少你建厂的时候，你这一大片全是你的客户，你不可能第二个热力公司还进来铺管道，你只要把这些小区的一占领，那都是得给你交钱，你不用担心什么没有客户的。刚才说了，客户不交钱的都是那些关系户，但是各个地方的领导或者领导的亲属不交钱，打个招呼，钱就欠了，免了。但是绝大部分人是要交钱，所以他的客户是稳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政府把眼光的盯向这些热力企业，当初没钱把民营企业骗来的，现在这玩意能去银行贷款或者能去发债，他也要去发债。所以大象新闻报道，他把这个两件事，一个是山东博兴，一个是甘肃岷县的，都是热力企业，都遭遇一样，他把两个放在一起来报道，实际上是要揭示地方政府这个地方债乱象。那通过大象新闻这个报道，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地方债是越画越多，它的根本逻辑它是停不住的。你想给你一张卡，说你随便花，你能不花吗？如果给你一张卡上面没有封顶，说你随便花，你会说今天我就吃麻辣加榨菜，别吃太多。咱们这个模式是上面定指标，比如说上面突然来一个说今年4季度啊，这个好像投资不足， GDP 增速不够，这个财政不够宽松，好，突然临时增加一个2万亿什么什么债投下去，这2万亿分到各个省，各个省又一分到各个县市，你说额度来了，你说我能不花吗？我能不去申请吗？至于申请完了这个钱花哪儿，能不能还，这重要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玩意15年的，谁还在这儿干15年是吗？对吧？我先借我先花，还是后来的人事，能不能还别人的事。你看这个钱一下去 GDP 就上来了，但是这个上来有什么用？最后谁来买单？还是韭菜买单。城投公司的热力公司它能赚钱吗？就这个民营企业的不一定能赚到钱，不赚钱你是专项债，你这还有利息啊，虽然低有利息，借钱建的，完了之后你还不赚钱还赔钱，那就每年还有窟窿往里填钱。你说那他这个钱，他这个项目干的是干什么来的？没有经济价值，全是窟窿还得填。你说你建了2个热力企业，是不是当地老百姓供暖就
便宜了吗？你们互相竞争，人家一瓶米现在15块钱吗？所以纯粹是浪费。从这儿你也能看出为什么我们 GDP 增速还是很快的，但是韭菜并没有感受到多么幸福，对吧？韭菜也没有感受到收入提高，问题都在这儿。而这一切不可能仅仅是山东博兴、甘肃岷县所特有的，这个应该是普遍现象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